你问题一讲面包客上，能客上方面话，行业面的斗争能客上方面话，面话是客上，我的面临菜，弄的个来本年报，我的面，我的面临菜弄，你菜弄的个来，弄的个来，本年报，不面卖面，面卖面哦，面卖面，空波白枣呢，面本面卖面，空波白枣呢面，空波白枣呢面，空波白枣。空波白枣，我的面，你菜弄的个来，那个饿的人呢，他就给好东西弄那个来，本面包，本面卖面，空波白枣呢面。我的面就是饿的人，饥饿的人，他叫菜，就是赐福吃，弄那个来好的东西，个来就是东西，好的东西，本年报，给念饱咽饱，就是给吃饱。本面卖面，就是卖油的人，就是翻译是他卖油。卖油呢，就是说他卖有钱，卖油面卖面，就是面卖面的人理解，卖油就是卖有钱，面卖面空波白枣，空手白走的走，就是让有钱的一无所有。空波白枣，空手白足，空波白枣，空手白足，叫空手白足，让有钱的人一无所有。空波白枣呢面，空波白枣，我的面令菜弄的来本年报。本面卖面，空波白枣呢面，面卖面就是卖油就是卖有钱。
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怠惰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永永保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